前期只需要2萬蚊，單價都係8000蚊起，仲帶埋精裝修喎，仲要距離深圳2公里地方啊！我開始以為係咪伏啦，咁啊嚟到現場睇睇，不得了啦，先知道呢一度係現樓先嚟賣嘅，呢個發展商真係巴閉啦！咁我哋而家嚟到呢一度咧，就有3個積嘅，我今期就帶大家睇晒佢。第一個單位91平米，大概去到980尺度，3房俾你就做到。第一間房喺呢度細細間嚇，嚟到呢度雙邊嘅操作台啊，咁嘅空間對比喎，先至980尺嘅單位啫喎，仲帶埋個生活露台，目測外邊個洗衣機應該勉勉強強放得落嘅。咁我哋入翻去個餐廳同客廳部分啦，嚟到餐廳部分嗱，咁嘅空間5-6個人 OK 嘅，咁啊個客廳咧就緊要啦，開間都去到3.6米啦，仲帶埋個露台向南嘅往小區裏邊園林啊，景色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噃。咁呢一度咧最緊要咩啊？樓下咧就有巴士可以直達沙田地鐵站啊，係深圳沙田地鐵站，唔係香港嚇。咁啊呢度去到香港都非常方便。點解？我哋坐地鐵去到關口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就算係你想坐高鐵啊，喺惠陽高鐵站呢一度過去大概係18蚊嘅網約車就可以去到㗎啦。咁我哋呢一度咧配套咧攞晒隔離樓盤嘅卓越啦，嗰邊嘅商業配套非常之齊全嘅。呢一邊底商咧就有啲船時間，因為啱啱係新組建。呢邊有個洗手間，乾濕分離，全部安排晒㗎啦。咁呢一邊咧就係一間主人房，頭先嗰邊對面有一間房係陽光房，你封窗處理多一間房就變成3間房㗎啦。咁成間主人房位置就冇套間㗎啦，因為呢個細積單位。咁啊1.8米床、衣櫃都係勉強咁擺得落啊。咁但係呢個飄窗一樣係唔輸蝕㗎嚇，夠晒大望園林啊。咁我哋唔夠嘅話，要爭廁所用嘅話，我哋升個 level 睇下。嗱，入到嚟第2套單位啦，入門口首先個指紋手背㗎啦，呢邊一間陽光房，後期封翻個窗啊，多間房㗎啦。咁啊呢個間房咧半贈送啊，呢間洗手間啦，位置乾濕分離，全部安排好晒嘅，交標嚟㗎啦。嚟到呢個餐廳部分啦，嗰邊成個餐邊櫃啊，你後期可以咁整，唔錯嘅啊！呢度做翻個圓台啊，坐啲人都特別多啲啊。露台部分睇落目測啊，都有成3-4個方噶。好，廚房部分 L 型嘅設計啦，咁啊裏邊個雙門冰箱都夠晒位噶啦。嗱，呢邊有個露台喎，餐廳部分、客廳部分都有個露台喎，3.8米嘅開間啊，望出去仲可以望到個河景啊，咁嘅叫起碼叫做一線河景單位啦，係嘛？一家人坐喺呢度望住個電視，一家人喺度食完飯後睇住電視，咁嘅家庭係咪特別溫暖呢？入埋休息區部分睇埋啦。嗱，入到嚟休息區部分，首先見過我哋嘅細路仔房先，咁大嘅飄窗啊，望出去邊度啊？都係一樣河景單位啊，叫做係嘛？成間房擺翻個1.5米床，細路仔足夠晒啦，衣櫃都有晒位置啊。嗱，最後入翻嚟而家主人房睇下嚟，成間主人房嘅空間啊，非常之十足嘅喎。採光都好靚啊，望出去都係內部園林嚟嘅泳池，望到個泳池嗰邊帶埋個套間設計嘅洗手間俾你，咁嘅空間感 O 唔 OK？ 唔 OK？ 升個 level去睇下。Anyway， 嚟到最後一套單位啦，呢套單位106平米啦，大概1100尺多少少啦。首先入到嚟就見到呢一間房仔，呢間房仔係明顯大咗少少噶啦。嚟到呢個洗手間，乾濕分離，足夠晒嘅空間嚇。好，嚟到個餐廳部分啦，成個餐廳睇下。空間係咪大啲啊？後期你呢邊啊做晒成立嘅餐邊櫃啊，成家人嘅嗰啲收納空間都提升晒啦。咁啊 L 型嘅廚房設計，明顯嘅廚房都真係闊落好多係嘛？成家喺度煮飯啊，兩公婆煮飯到個空間會托手踭啦，仲有帶埋個大露台俾你啊。但係由餐廳行翻個客廳部分啦，餐廳客廳一樣開間啊，都係3.8米嘅，咁嘅空間感真係非常之闊落噶啦。仲有一樣嘢。呢邊嘅露台同嗰邊露台達到南北通嘅效果。如果你係想個客廳大啲或者係餐廳大啲拓展出去，你哋中唔中意將個露台推埋出去啊？如果中意嘅評論區留言下。咁我哋休息區部分睇下。嗱，嚟到休息區部分啦，呢邊間房係半贈送嘅陽台房，後期你做翻個封窗處理咧，就變成一間大房嚟噶。咁我哋嚟到呢邊嘅主人房啦，明顯啊，比頭先嗰間102平米嘅大好多。唔好話1.8米啊，2米床都夠晒位啊，衣櫃啊，咁大嘅飄窗啊，全部一樣都係配晒俾你，仲要係套間啦，嗰邊乾濕分離洗手間一樣有埋噶啦。咁3套單位，你啱邊一套啊？咁而家整體嚟講，呢3套單位咧都係基本上都係首期啊，3萬蚊，咁啊單價係8000蚊起，就睇樓層啦。
都係升幅都唔係好大嘅啫。咁我哋月供咧大概係去到3000蚊到4000蚊度。有興趣嘅就記得 follow Ricky 我。最緊要咩啊 ？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。下期見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 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